陛下，何事啊？这刑律司总捕玉长风前来觐见。他来干什么？宣他进来吧。是，陛下，今天的药也差人监得了，要不给您送来？好。传玉长风觐见。微臣玉长风参见陛下。平身。谢陛下。爱卿此时来见朕，有何要事啊？回禀陛下，臣确有要事禀报。臣自奉命调查孔明灯夜袭案以来，近几日一直在追查所有线索。昨日，臣抓到了制作孔明灯之人，正是义王庄匪首易老大。哦，臣从易老大身上查出，查出幕后主使之人，正是少府杜兰初。你有何证据？这是详情案宗，请陛下垂阅。陛下，这药再不喝，可就凉了。起来说话。谢陛下。你相信这写的都是事实吗？臣相信。沈瑶对此有何看法？此卷宗，沈瑶见过，但他认为其中还有未明之事，尚在调查。既然如此，你二人为何不一同前来？儿臣万云灵参见父王。父王，他来没有用，他现在已经对杜兰初言听计从，他能说什么实话？而且父王还赐他金牌玉剑，他根本不配做捕头。这就是你们调查的结果，段纯，你就是为这个偷偷跑出宫去的？儿臣这不是想为父王分忧吗？你们就这么为父王分忧吗？糊涂！玉长风啊，朕当初命你做这个刑律司的总捕，是瞧着你得了你父亲玉国璋的真传。你又从小在宫中长大，行事稳重，见微知著，颇有卓然守法，虽死不移之风。为何此事办得如此糊涂啊？没有任何的确凿证据，你竟敢入宫见朕，还当着朕的面当众诽谤当朝重臣，你糊涂至极呀！还有你，段纯啊，段纯，父王三番五次的规劝你，你为何不明白朕的一片苦心呢？你们真是枉费了！陛下，父王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今日之事，万不可声张。此事若是没有查到确凿证据，就不要来见朕。大臣，你如果今后再鲁莽行事，就连这寝宫的门也别想出去。父王，都走吧。微臣知错，微臣告退。儿臣告退。父王保重。
大哥，约你出来喝酒，你一句话也不说，你好歹帮我出出主意啊！这和亲之日马上就要到了。你想让我帮你，那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呀。我这，哎呀，大哥，还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亲呢。哎，你别笑话我。更何况，我跟他才是刚刚见面。这和亲嘛，是两朝之间极其重要之事。这个我知道，所以我才会同意。我们库容虽然四处征战，但我更希望南北两朝和平相处。只是无论如何我也说服不了自己，我还有想做的事情，不想这么早就被和亲束缚啊。那你到底想做些什么呀？大哥，我告诉你，像昨天一样，做一个大侠。可我现在连江湖的门都没找到。不行。好，那既然这样呢，大哥就明白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小虎啊，我知道一个江湖人处理江湖事的地方。江湖人的地方？哪儿啊，大哥？去了就知道了。公主，就送到这里吧。玉大哥，以后你查案要是遇到什么困难，你就尽管来找我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行律司的一员。在下早已有心理准备，无论结局如何，我都会竭尽全力。此案危机重重，玉大哥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公主放心，只是现在事情会越来越危险，公主你千万不要被此事牵连其中。玉大哥，慎。
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给我找啊！是。哎呦，走。将军，王子上午说去找公主，下午差人去公主寝宫问去了，说王子和公主都不在宫里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王子怕是已经出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。找啊！我们堂堂库容部的王子，竟然在南朝的京城走失了，这要传出去，还不让人笑掉大牙？是。大哥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自己看。哇，大哥，这种地方在我们那边叫阿亚拉，翻译成你们的话，这叫做天堂。这跟你们库容的阿亚拉可不一样，这叫豪杰云集，内有乾坤。嘿，花姐，今晚就劳烦你带我兄弟领略江湖风采了。大哥，如此红颜，你可认识？请。走吧。请。
公主已经就寝了，各位请回吧。赫连王子不见了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请通禀公主。让他们进来吧。公主殿下，据我手下禀报，自从赫连王子与你一起出宫游玩之后，便再也没有回来。哦，他还没回来。王子到底去哪儿了？你也别太担心了，也许只是小王子一时贪玩，说不定过会儿就回来了。我手下人最后一次看见王子，就在王宫。若是人真的丢了，那便是你们南朝的责任了。双儿，你随我出宫一趟。是。大哥，掌上，免礼。大哥，等你好久了。经过金矿大战之后，不知道12宫的兄弟们怎么样了？金矿大战之后，12宫元气大伤，除了我们阎王殿和凌香坛健在，鲁班门、积煞阁和浮云堂均已覆灭。其他各宫公主不是在杀伐中丧命，就是去了隐士镇，从此告别了江湖纷争。去隐士镇躲避也好，这样就能逃过朝廷的追杀。你传言给隐士镇，叫他们再也不要出来抛头露面了。大哥，现在朝廷打压12宫越来越严重了，12宫在外面都快销声匿迹了。所以我们才要查清真相，替12宫洗清冤屈。这样兄弟们才能过上安宁的生活。也只有这样，他们才无需在隐士镇一直躲藏。约翰，你冒险进行律司这么久，究竟查出什么了？密案的红党和黄党记录关于镇银案的信息完全不一样，而且我发现这2个信息的背后都和杜兰初有关系。他给了我一封信，让我怀疑镇银案牵扯的还有另外一个人。还有谁？前任刑律司总捕头郁国璋，郁长风的父亲。郁长风？这封信是杜兰初交给我的，上面分明写着，父亲之死与郁国璋脱不开干系。我看信上的日期，恰好是父亲被杀的前几天。红党和黄党最大的不同在于，阵营的数量明显不同。修改的人隐瞒信息，看来是不想让此案被追查。郁国璋究竟想干什么？到底是想刻意隐瞒，还是想和我父亲一起追查事情的真相？小姨，我们只要查清了这个，就离那个真相不远了。长风无耳，为父将外出越狱，处理一棘手大案。本与你商议，带你备考刑律司，但现今看来，为父只能遥祝你榜上有名。近日见你偶感风寒，常有不适，我已嘱咐府内厨子做了莲子羹与解寒之物，务必按时服用。无耳，为父一直以你为傲，望你能够凭借一己之力，成为国家栋梁之才。令
切勿与江湖人士交往甚密。江湖险恶，陷入其中，便万劫不复。玉大哥，玉大哥，你怎么又出宫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来行律寺后，赫连王子再没回过宫。不好，赫连王子如果在京城失踪的话，库容必然震怒。事关两朝和平，我立刻召集行律寺所有人。那我们兵分两路，一定要尽快找到他。走。这封信会不会有诈？我看未必。大哥，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线索，你们说哪个是真的，哪个又会是假的啊？大哥。可杜兰初他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线索？我觉得这其中必有蹊跷。要不然我派人盯着杜府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。且慢，我想杜兰初让我查此案，绝不是单单为了玉国璋的事情那么简单。现在看来，红党很有可能是杜兰初修改的，要不然他也不会有这2封信，他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那我要去告诉玉长风。小姨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他吧？他不会相信我们的。没错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我们不能冒险。好吧，我听你的。这个人见过没有？没见过。没见过。见没见过这个人？没有。见过这个人吗？我三婶咋了？走。哎，对不起，傻迷糊。大人没找到，没找到，大人。大人没找到，大人没找到，没找到。大人没有，没有。有这么好的酒，又有花掌柜相伴，我真是不想回去啊！醉仙楼随时恭候赫连公子，赫连公子何时想来，何时来便是了。我倒是想呢。赫连公子，容奴家失陪片刻。好，好。什么事？主上，王宫大乱，说是库容来和亲的王子不见了，到处都在找他。王子叫什么名字？赫连阿依虎。赫连阿依虎。来。好嘞。这个人真会给我找麻烦。弯不头，搜寻京城多处，均未发现赫连王子的身影。这都找遍整个京城了，他一个库容王子能去哪儿啊？库容的人都在王宫里，与赫连阿依虎相熟的人并不多，除了我玉大哥，也就是沈瑶。大哥说，花姐姐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你们江湖人还有什么好玩的事儿？花姐姐给我讲讲呗。赫连公子不也是江湖人士，何来你们我们？我初入江湖，这懂得自然没你们多了。大哥，聊得这么开心啊，都喝成这样了。大哥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跟花姐姐找你半天了。花姐姐，奴家比赫连公子虚长几岁。小弟与花姐姐这么投缘，老叫掌柜的，
多生分呀！贤弟说的也是，那多谢花姐姐这么善解人意了，也多谢今晚花姐能陪着我这个小兄弟。那我还得感谢沈公子呢，要不是沈公子对醉仙楼的照顾，遇到江湖豪杰都想着往醉仙楼来引荐，我哪有机会能见到赫连公子这般少年英雄？别开玩笑了，来。没有，没有的。你谁啊？你找死吧你！找死！啊，我云玲，你揪我耳朵干嘛呀？我揪的就是你，你不看看你什么身份，怎么出入于这种鱼龙之地？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啊？还有，别人都还好，都还躲着，哎，你倒好，你就怕别人不知道你在这儿？没有。怎么，还不够招摇啊？哎，我是看他在街上闲逛，怕他出事儿才带他来这儿的。哦，对。人是你带来的，事是你办的，你还在这儿说什么？哎，你在这威武什么劲儿啊？哎，你拔刀干嘛？哎，你拔刀干什么呀？你再说一句。你干什么？你站住！花姐，他们平时也都这样吗？往哪跑？站住！